一生为着痴情的孤身，予人看无目地，在你的心内，到底阮是野草也是花，虽在讲予人，亲像甲你无关系。明明知影，若搁再爱你，只有是受罪，偏偏希望一生牵手过。若无你的人生，我的心嘛袂像山地放天地白。我爱你，想你，等你，你害我误我别我，捧着烧酒一定啉甲目睭淡透袂出声，心肝冷亲像冰山，不敢来看破，请来为你心痛，一暝一日愈想愈惊，无情的梦是啥人叫痴我？我爱你，想你，等你，你害我误我别我，捧着烧酒一定啉甲干。好，马上请5号的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这个我们的怡琳老师好。其实唱这样的歌曲，我发现你唱谁的歌就会比较像谁。其实你的模仿力应该算是很强的，因为你有很好的唱功，所以你唱谁的歌，学谁就像谁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学习的是，你怎么样在这么多歌曲里面都是别人的歌，你怎么样去找到你自己？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，找到你自己。这个才是你之后想要挑战自己、想要突破的最重要的部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请阿德老师为我们讲评。刘依琳，哎，万一那个他留下给人家很深刻的印象，是因为在第9关输了呢？也是，很精彩。不能讲这个吗？可以啊，这很符合你的风格啊。然后呢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是？我好像对依琳，好像从第1次还第2次以后，我好像没有一次没有在攻击你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就是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就是今天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刻。就这一首歌呢，我觉得是可能这个歌型或是这个歌太经典了，所以很多人会把你跟陈姐的版本来做对照嘛。但我觉得，不管像不像，你的情绪哦，在这一首歌是非常非常节制的。你知道，只有满满的感情，然后不再靠技巧的时候，就会像今天这样的唱歌。所以我今天给你分数是，好，你可以期待一下。